日本東京國際食品展是國際食品業者重要的交流平台。台南市政府多年來持續推廣台南的新鮮水果、農漁特產甲加工食品。今年佇個台灣館台南專區，竟推出上百項豐富的產品來參展，毋望借由東京食品展深化甲國際買主以及通路商的交流。市長黃偉綽嘛特別出席開幕式。今天是东京食品展的開幕啊。那開幕其實我們今年的台南館，你可以看出比去年、比前年都大很多。那這是非常感謝外貿協會，也感謝我們參展廠商大家的努力。那今天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裡面的 AI 市長的頭像哦。那將在整個展覽期間全程陪伴所有的這個來看展的好朋友。如果對台南館有興趣，他可以跟AI 的市長互動，因為我接下來要回台灣呢，還有其他的公務啊，所以沒有辦法在這邊在食品展裡面陪所有的人來介紹台南的特色，所以就交給 AI 來處理了。市府表示，今年台南專區總共有8間的業者來參展，有地瓜的加工品、水果乾、沙白魚以及新鮮甲冷凍水果等加工的食品。希望提升台南農特產佇個日本市場的能見度，將台南優質的農產來發揚，嘛毋望今年的訂單會用個突破舊年的4.2億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